有超過60%嘅居民呢，淨係去到需要選擇跨區啦、跨境求醫嘅。呢個唔單止係加劇其他醫院嘅負荷，更揭示呢天水圍公營醫療呢唔足以回應我哋基層嘅需求。因此，我建議呢政府除咗加快我哋建設我哋牛潭尾嘅醫院之外，亦都希望呢從速去到落實天水圍醫院嘅擴建，同步增設床位同埋各類嘅專科服務。喺繼續睇落去之前，阿銘想請未讚好呢個專業嘅朋友仔去撳翻個讚好掣，而睇緊 YouTube 嘅你，亦希望你可以撳個訂閱掣後，再撳埋個鐘仔，咁有最新嘅政策同社會資訊，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啦。國家15規劃綱要明確要求加快我哋北部都會區嘅建設，特區政府亦都喺5年規劃入邊亦將講咗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列為重要嘅首要嘅議題。北部都會區未來5年將會產出數以萬個嘅房屋嘅單位，人口必然會急速嘅增長。但係醫療配套是否能夠同步到位，亦都係社會各界高度嘅關注嘅焦點嚟㗎。根據醫管局嘅資料，新界東聯網2023年嘅服務人口係超過130萬，而新界西聯網係超過110萬。目前新界東部分專科輪候嘅時間呢，已經屬全港嘅最長嘅時間。如果唔及時去到增加一啲嘅新界北醫院嘅聯網，屆時兩個聯網呢，醫療系統呢將會不堪負荷。因此咧，新界北醫院聯網規劃與落實，唔單止係回應人口增長同埋嘅現實嘅需求，亦都可以更加去確保北部都會區可持續發展嘅戰略嘅工程。我留意到周浩鼎議員入邊嘅修正案入邊提出，將北區醫院、天水圍醫院等納入新界北醫院聯網，加入適時因應人口增長及分佈嘅條件，可以方便協調附近嘅醫院聯網嘅服務範圍同埋資源。我認為呢一個係絕對合適嘅做法，因為改變一個聯網往往係涉及好多嘅資源嘅調配同埋配置㗎，亦需要政府作出充分嘅評估同埋諮詢。主席，隨着北部都會區人口急速嘅增長，現有嘅醫療配套已經面臨巨大嘅壓力。政府應增加對新界北嘅醫院嘅資源嘅投放，例如按北部都會區人口嘅比例增加預撥嘅資源，擴大公私營嘅協作等等。同時，我哋可以善用古洞北預留嘅用地，提供專科門診以及基層醫療嘅服務，讓居民可以受惠。呢啲措施係有助於分流公營醫療嘅系統嘅壓力㗎，為居民提供更多元化嘅醫療嘅選擇。除咗北區，我都想講講天水圍嘅醫療嘅服務。我聯同民建聯元朗支部日前做咗一個調查，收回咗507份有效嘅問卷，結果顯示居民對現有嘅天水圍嘅服務係中平等咁樣啦。咁當中有超過60%嘅居民認為係有改善嘅空間㗎。佢哋改善空間嘅意思係啲咩呢？希望醫療服務嘅地點可以就近啲，同埋輪候嘅時間係少啲㗎。咁當中服務唔足夠嘅時間佢哋到45%嘅人往往會選擇咗去屯門醫院去求診啦，而有23%嘅人會選擇咗去私營醫療嘅去到求診嘅，而有16%嘅人就會選擇跨境往深圳去到求診。而呢個正正係問題嘅所在，有超過60%嘅居民淨係去到需要選擇跨區啦、跨境求醫㗎。呢個唔單止係加劇其他醫院嘅負荷，更揭示天水圍公營醫療唔足以回應我哋基層嘅需求。因此，我建議政府除咗加快我哋建設我哋牛潭尾嘅醫院之外，亦都希望從速去到落實天水圍醫院嘅擴建，同步增設床位同埋各類嘅專科服務。另外，調查入邊有52%嘅市民認為有需要引入私家醫院嘅。我期望政府可以喺洪水橋啦，同埋之前新田預留嘅土地入邊去到與興建我哋私家醫院，積極去到招商引資，透過公私營嘅協作，提供更加多元化嘅選擇。主席，總結而言新界北醫院嘅聯網嘅規劃同埋落實，關乎數以10萬計北都居民嘅醫療嘅福祉，都關乎香港首份5年規劃嘅落地同埋實施。本人促請政府從速行動，以明確嘅時間表、具體嘅路線圖、充足嘅資源投放，將新界北醫院聯網打造成以人為本嘅現代化醫療體系。多謝主席，本人謹此陳辭。